大家好啊，又係我西貢阿希，今日介紹一個700尺3房1廳嘅單位。呢個單位係中層單位啦，有開放式廚房、露台。景色都算開揚嘅。呢個就係飯廳同客廳嘅位置。地點非常方便，幾分鐘到港鐵站，價錢係398萬。有興趣嘅朋友就盡快聯絡我啦。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